講句老實說，曾經市值差啲摸到1000億美金，雄霸全球嘅跨境電商巨頭，而家估值直接斬半再斬半，年大禮雞，歐美全面圍堵歐盟，仲要深入調查追究責任，業績一路自由落體，重重壞消息壓埋身，就算咁樣佢都搏命衝港股。iPO 究竟係絕地翻身定係垂死窿閘？今日我哋拆開游說，同大家深入拆解呢單震動全球資本市場嘅大新聞。各大媒體唔夠膽講招股書入面收埋嘅真相，今日一次過話晒你知。好多街坊投資者同業內朋友最近不斷問我，呢間曾經風光無限，被視為國貨出海頂峰嘅時裝電商巨頭，點解短短幾年就由1000億神壇跌落地？早幾年佢仲係全球資本爭住搶嘅香濃濃，估值一路飆升增值勢不可擋，點解突然又賺專利，利潤大幅縮水，仲要同時頂住歐美關稅圍剿、海外監管嚴查、行業競爭整到盡頭多重壓力，硬住頭皮衝香港上市？呢場萬眾矚目嘅港股 iPO 究竟係自救嘅救命稻草，定係暗藏好多風險嘅資本操作？今日我哋參考路透社、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一眾全球頂級財經媒體第一手報道，再配合官方招股書真實數據、行業底層規則，全方位拆解呢間巨頭嘅危機真相，絕對係網上最通透、最貼地嘅深度分析。正式拆解之前，同各位新舊觀眾講清楚我哋頻道嘅專屬福利，我哋平時公開上架嘅影片，始終會受平台尺度、議題限制，好多牽涉行業內幕、資本潛規則、敏感市場預測嘅深度內容，唔可以直接公開播出。如果你想睇最真實、最硬核、冇刪感嘅獨家分析，想第一時間掌握跨境電商、港股 iPO 海外模擬嘅最新走勢，一定要開通我哋最高等級會員。成為會員就可以解鎖所有敏感議題同獨家深度內容，對於深耕行業、做投資觀察市場風向嘅朋友，絕對係必備資訊。亦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幫條片點讚轉發，衝一波10萬播放，等我可以持續同大家拆解更多重大商業事件、資本背後內幕。我哋先由最震撼、最直觀嘅財務數據入手，直擊呢間巨頭嘅核心危機。綜合多家國際權威媒體整合報道，企業最新公布嘅成績單，足以令所有投資者大跌眼鏡。近期錄得高達8萬美元淨勾損，大家可以對比下上一個完整經營週期，公司仲穩穩賺到95億美元淨利潤。短短一年，由大賺錢直接逆轉成接近1億美元虧損，業績轉變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成個跨境電商行業都好少見。熟悉呢間企業發展歷程嘅朋友都知道，佢過後10年嘅發展簡直係紅葉神話，依靠珠三角極度成熟嘅柔性供應鏈、小單快返嘅跨境模式，迅速攻佔歐美主流消費市場，壓低一眾傳統快時尚品牌，一度被全球資本睇好，認定係最具增值潛力嘅國貨出海龍頭，估值一路水漲船高，高峰期無限接近1000億美金大關。當時幾乎所有行業分析師都一致睇好，覺得佢嘅商業模式紅利最少仲可以維持10年以上。冇人預料到佢會以咁快嘅速度迎來業績轉折，扣入巨額扣損困境。當然做深度分析，唔可以淨係睇表面計算數據就急住落結論。企業官方之後都為業績波動作出解釋，聲稱今次巨額計損主要源自可轉換、可爭回優先股產生3.28億美元公允價值字面變動。由專業會計角度嚟講，呢一筆計損只屬正面估值浮動，唔屬於日常主營業務造成嘅經營計損，唔代表公司核心業務完全失去賺錢能力。但大家要明白，資本市場永遠唔會單獨睇一個會計科目，機構投資者真正恐慌睇淡嘅重點，從來唔係短期帳面計損，而係企業盈利能力持續走弱、不斷下滑，先係壓低估值嘅致命因素。我哋拉長時間線梳理呢間企業近10年嘅利潤走勢，就會見到衰退跡象幾何驚人。公司發展最猛風嘅時候，年度淨利潤突破34億美元，呢個成績擺喺全球跨境電商行業都係大幅度領先。不過好景不常，只係1年之後，淨利潤就大幅回落至20.6億美元，利潤直接縮水超過30%。隨後經營情況持續惡化，盈利水平逐年倒退，整體利潤跌幅接近40%。除咗全年利潤大跌，季度盈利淨利率數據同樣釋放強烈危險信號。高峰期公司整體淨利率維持喺8.7%，對於薄利多銷嘅跨境零售行業，
呢個利潤率已經去到行業頂點，但短短幾年淨利率一路跌到 2.9， 最新經營數據更加慘，直接轉負，出現負淨利率。意思就係公司採購、賣貨、履約呢啲核心業務已經開始做一單快一單。好多人會好奇，點解曾經穩賺大錢嘅跨境巨頭突然之間賺唔到錢？其實呢個情況唔單止係一間企業嘅問題，背後係成個中國出口跨境電商賽道極度競爭。早幾年行業鞭殺，主要集中喺國內電商平台，各大平台瘋狂補貼打價格戰，搶國內收費差。隨住國內市場越來越飽和，新增客源完全枯竭，無數商戶電商平台直接將戰場搬去海外。以往依靠海外市場新增需求輕鬆賺錢嘅跨境企業，而家要面對全行業嘅價格戰。所有賣家都以低價衝量，不斷壓價，商品定價空間被壓到極限，營運成本又逐年上升，利潤自然愈漲愈薄。呢股競爭浪潮覆蓋所有出海品類，服裝、家居、化妝品、配飾無一幸免。好多時候零利潤甚至蝕住本搶市場。呢個就係巨頭盈利能力持續下滑嘅大環境。除咗整體淨利率崩盤，仲有一個好少人留意嘅細節數據：單件商品履約利潤率大幅收窄。紅葉調研顯示，呢間巨頭而家單品營運利潤率大概剩返 1.9， 微薄到幾乎可以忽略。熟悉跨境電商發展史嘅老友都清楚，10幾年前跨境電商可以快速崛起，橫掃全球，靠兩大核心紅利：第一，跨境細件包裹免關稅政策；第二，珠三角價格夠平、反應夠快嘅完整供應鏈。早年海外Sophia網購細件跨境貨品可以享有免稅入境優惠。國內工廠生產成本低，產能充足，再加埋免稅優勢，國貨出海嘅性價比直接壓過海外本土產品，形成難以抗衡嘅競爭力。講得直接啲，細件包裹免稅政策係成個平價跨境電商行業嘅生存根本。但近幾年全球貿易環境大變，歐美各國陸續取消免稅政策，直接切斷行業最重要嘅紅利。呢亦都係巨頭業績暴雷最大外部因素。我哋重點講佢兩大收入支柱，美國同歐洲市場，兩個市場合共為公司帶來超過50%全球營收，話得上係佢半條命。而家美國、歐洲同步收緊政策，加強監管，兩大基本盤同時受創，帶來近乎毀滅性打擊。首先講美國市場，當地政府正式取消低值跨境商品免稅，所有海外直郵去到美國嘅細包裹，一律要正常申報繳納關稅。新規實施之後，跨境物流通關成本即刻上升，從前嘅低價優勢老然冇存。數據唔會講大話，美國市場營收佔公司總營收比例由高峰期 30% 持續回落，而家大約剩返21%。最新季度數據更加唔樂觀，美國區域營收按年大幅縮緊，單季營收跌破20億美金，跌幅遠超市場預期。為咗應對成本暴漲，守住利潤，公司而家已經研究調高美國市場所有商品售價，打算將新增關稅、物流成本轉嫁俾海外收血茶。好多觀眾會問，大量平價國貨一齊加價，會唔會影響美國 CPI 通脹？客觀同大家講，單一個平台調價唔會令物價即刻暴升，但長期累積影響絕對唔可以忽視。多年以來，中國平價跨境貨品一直係歐美抑制通膨、穩定物價嘅重要緩衝。好多基層海外數吃差都依賴呢類貨品，一旦大量平價商品持續加價，一定會推高當地日常開支持續影響歐美通領水平呢，亦都係歐美監管層不斷打壓跨境電商嘅深層原因。至於佔公司總營收1/3嘅歐洲市場，情況比美國更加惡劣，危機更深。歐盟跟隨美國步伐，全面取消細件跨境包裹免稅，業內所有機構都預測，歐洲受到嘅衝擊會比美國更大。政策打壓只係第一道關卡，歐盟仲正式對呢間巨頭展開全方位多層面嘅嚴格調查。今次歐盟調查覆蓋範圍極化，包括平台商品合規、產品安全標準、平台監管責任、打擊侵權假貨等等多項重點，直接指控平台有大量違規貨品流通、監管不力。當中法國監管手段最激進，多次開出巨額罰單，不斷核查平台、實體店同網上店鋪，持續收緊合規要求，令公司歐洲營運成本大增，品牌聲譽受損。源源不斷嘅調查罰單風險，令歐洲市場由從前嘅利潤重地變成風險黑洞。除咗各地政策圍堵、行業劇烈競爭、地緣政局衝突，亦都不斷加重企業壓力。
近年中東局勢持續緊張，推高原油價格，全球空運、海運成本跟住上升。跨境電商極度依賴跨地域物流，運費不斷上漲，會一層層蠅食企業微薄利潤，再壓縮盈利空間。為咗咁低單一供應鏈風險，避開無意逼暴，公司早就啟動供應鏈多元化佈局。卻是喺巴西、土耳其等地搭建海外工廠，希望減少對中國供應鏈依賴，但現實好骨感。直到今日，公司大部分訂單生產仍然高度依靠華南幾千家成熟配套工廠。珠三角服裝輕工產業集群有完整上下游、熟練工人、極快嘅應變速度，呢啲優勢短期內海外新興產區根本複製唔到，呢度就出現一個難以解決嘅兩難局面。短期之內，公司冇辦法脫離中國供應鏈，一旦強行轉移，會出現產能不足、品質失控、交貨延誤一大堆問題。但長期過度依賴國內供應鏈，又持續面對歐美無意制裁、地緣風險、監管打壓嘅不確定性，呢個供應鏈困局唔單止係呢間巨頭嘅難題，其實所有出海跨境企業都面對相同痛點。紅業普遍預期未來幾年跨境品牌會繼續鋪設海外產能，但中國供應鏈嘅核心地位短期內冇人可以動搖。外部市場危機四伏，資本市場嘅估值亦都迎來歷史性大跌。根據招股書、路透社同金融時報權威數據，公司上一輪融資高峰期市場估值一度衝破$980億，距離1000億市值只差一步。當時係全球資本爭住追捧嘅明星企業。泡沫退去之後，估值一路斷崖式下滑。準備衝港股 IPO 之前，估值已經斬半，去到$640億，幾百億市值憑空蒸發。而家投行急出嘅最新估值區間只係300至500億，部分資深分析師嘅核心估值更低至380億。短短幾年，1000億估值夢碎，市值幾乎斬半再斬半，足以見到資本市場對佢嘅態度由極度睇好變成極度審慎，估值大幅縮水，背後係資本定價邏輯徹底改變。過往幾年，資本將呢間企業定性為高經濟、高潛力嘅互聯網科技平台，願意俾好高嘅科技股估值溢價。但隨住業績爆雷、經濟停滯、監管風險浮面、貿易摩擦變成常態，機構投資者睇法完全扭轉。而家市場普遍認為佢已經唔再係高增值科技平台，只係一間面對全球激烈競爭、持續承受貿易逼補、合規風險極高嘅跨境零售物流企業。賽道競爭越來越激烈，經濟故事講唔落去，各類風險持續擴大，估值中心自然向下調整。呢個就係估值大跌最根本原因。更加嚴峻嘅係，行業競爭格局已經徹底逆轉，從前嘅先發優勢多言冇存。以前佢憑住快速上新、超低價格優勝供應鏈，喺全球快時尚賽道幾乎冇對手。但而家傳統快時尚巨頭全面反擊 ，Zara、H&M 一眾老牌品牌持續優化網上業務，縮短上新週期，壓低成本，不斷搶佔市場份額。與此同時，新興跨境平台陸續冒起，國內同行互相競爭。海外仲有印度、孟加拉、越南依靠低成本產能嘅賣家入局。全球跨境電商賽道徹底由藍海變成紅海，存量冰殺極之慘烈，所有人搶訂單、搶市場、搶客戶，價格戰打到盡頭，全行整體利潤不斷被壓縮，巨頭從前嘅絕對優勢已經唔存在。最令機構投資者擔心嘅一點，翻開完整港股招股書，通篇都冇一套清晰可行長遠嘅方案去處理收入下滑、盈利下跌、經濟停滯呢啲致命問題。招股書只係粗略講拓展新興市場，完全唔具體講戰略規劃、落地步驟點樣修復盈利。目前公司唯一短期增值思路就係放緩主攻歐美成熟市場，轉向開拓東南亞、中東拉美等新興市場嘅潛在需求。但新興市場消費力唔高，客單價偏低，培育市場需要長時間，短期根本填補唔到歐美核心市場嘅營收缺口，最多維持基本盤，帶唔出新一輪高速增值。換句話講，公司而家已經陷入增值停滯、難以突圍嘅紅業樽頸。好多人唔清楚，今次港股 IPO 其實係公司退無可退嘅選擇，佢最初目標根本唔係香港。公司先後計劃上市美股、倫敦股市，2次海外上市計劃全部失敗，最後先被逼轉戰香港資本市場。阻礙佢海外上市嘅關鍵係持續多年嘅全球合規輿論風波。多年以來，西方監管機構、人權組織不斷針對公司供應鏈提出質疑，拋出各式爭議議題，令海外上市之路寸步難行。
以英國 FCA 為首嘅海外監管單位，明確要求公司一定要喺招股書風險章節完整披露所有供應鏈相關潛在風險，先可以批准上市。但公司陷入兩難，如果跟隨海外監管要求寫入相關敏感風險描述，會唔符合內地監管規則，直接被內地監管否決；如果唔作出相關披露，就過唔到歐美監管審查，永遠無法登陸海外股市。正因為呢個無法調和嘅矛盾，令倫敦上市計劃鐵底告吹，上市進度全面停擺。早前英國國會聽證會，公司管理層多次就供應鏈爭議接受質詢，一直冇辦法提出各方都接受嘅答覆。今次遞交嘅港股招股書採取極度保守嘅避開寫法，完全避開所有敏感字眼，只係粗略講品牌合作方負面輿論，有機會影響品牌價值同產品銷量。業內資深財經專家分析，轉戰香港上市係公司衡量全球各地監管規則之後唯一可行嘅折中方案，借助香港連接內地同環球資本市場嘅獨特位置，一方面可以接觸全球投資者集資，另一方面滿足內地監管要求，避開敏感爭議，係目前最穩妥、唯一可行嘅上市出路。但我哋要理性講一個重點真相：招股書透過文字朝醒順利推進上市，絕對唔代表所有風險已經解除。文件上嘅合規修改，只係為咗通過上市審核。歐美各國已經展開嘅調查、罰款、模擬限制，唔會因為成功港股上市就停下，隨時可能再有新罰單、新政策打壓、新負面消息爆出。呢啲潛在後續風險會持續壓低公司估值同股價，亦都係大型機構唔敢大手買入、唔願意扣高估值嘅根本原因。綜合所有數據、政策、競爭、監管、供應鏈線索，我哋可以好清楚睇到，呢間千億巨頭而家陷入全方位發展困局，業績由賺轉虧，利潤持續下滑。歐美核心市場雙雙受創，貿易壁壘層層加碼，行業競爭愈演愈烈，競爭優勢逐步流失，供應鏈轉型重重困難，短期難以解決。全球監管風險隨時爆發，資本市場估值怎般再怎般，經濟神話正式落幕。當然風險重重唔等於公司會直接倒閉，佢仍然握有成熟嘅全球柔性供應鏈、上億海外忠實顧客、完善嘅跨境營運體，係喺新興市場仲有一定增資空間。不過屬於佢高速擴張、輕鬆賺錢嘅時代已經正式完結。未來資本市場投資者會用最嚴格、最保守嘅標準重新評估佢每一項業績、每一步戰略上市，只係短期延續現金流，唔可以徹底解決所有難題。今次港股 IPO 募集翻嚟嘅資金，確實可以幫公司舒緩短期現金流壓力，優化部分供應鏈，應對合規開支，拓展新興市場，起到一定緩衝作用。但面對無意逼高雄、現惡性競爭、盈利下滑、增值停滯呢類，卻構成長遠性難題。集資根本唔可以根治，公司往後倒勢仍然充滿巨大變數，能否突圍重生，仲要睇之後供應鏈轉型、盈利修復、化解全球合規危機嘅進度。最後鄭重聲明，本期影片所有內容只係客觀拆解商業事件，紅葉深度分析，絕對唔構成任何股票投資建議。港股 IPO 新股投資風險極高，再加埋呢間企業同時承受地緣政策監管、業績多重風險，不確定性非常大。所有觀眾千祈唔好淨係憑呢條影片內容或者網上零散資訊盲目投資，任何投資決定一定要自己獨立查證、審慎判斷，對自己嘅資金負責。睇到呢度，相信大家完全睇明白呢間跨境巨頭嘅深層危機同資本操作套路。如果你覺得呢期內容夠真實夠通透，千祈唔好吝嗇，點讚同轉發，即刻點擊訂閱我哋頻道，開啟小鈴鐺通知。我每日都會更新全球資本內幕、港股 IPO 拆解跨境電商行業走勢、商界大佬秘聞、各大平台唔敢講嘅真相，我哋全部拆開游說，同大家講清楚。歡迎大家留言交流。講下你嘅睇法，你覺得呢間千億電商巨頭如果成功上市，能夠逆風翻身，定係會繼續跌落神壇？未來跨境電商行業仲有冇賺錢機會？多多留言互動，我會逐條回覆大家評論。鍾意我哋內容，記得點讚、訂閱、收藏、分享。我哋下期再見。